来继续来看这个影音串流平台，叫做网飞。伫台湾有袂少人咧看，讲因的面册编辑为着要宣传韩国的电视剧，是甲剧中的画面加上一段马无快台试这状况，来做成一个图，来警惕台湾马无快台这。结果马上就引发到台湾网友的反感。 包括金钟奖的导演，包括出名的这个作家，拢出来骂咯。啊，这个平台除了甲大文提掉，嘛发声明来道歉。有名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20号伫咧人面册破文，内容写着风吹日台，也是买袂着，笑台湾人买袂着快台。这篇文章互网友骂甲无力。 金钟奖导演杨雅哲伫咧人面册骂 Netflix 公开黑白讲话，我退订。有名作家卢秋婉嘛伫咧人面册骂 Netflix 政治评论和生活是两回事，广告毋是讲你要安怎舞就安怎舞，风波愈来愈烈 ，Netflix 每2天总算发声明回释咧。 无顾好防疫资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，黑白生活各普造成社会大众误解度，了出争议和风波自我检讨，强调未来会做好审票的工作，加强对社会新闻的了解，卖检查重大政策资讯的正确性，避免互民众误解。不过，即马快台敢无好买，咱实际来问药局。现在还需要排队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刚才那边问的也。 健保的还有啦，买快筛的人已经减缓很多了，跟当初实名制一开始的时候，大概减少可能有7成到8成左右的自费快筛部分，现在货量也很充足了，就是到各个通路啊，基本上都是买得到的。公费快台这3、4箱贴做伙，药局药师讲，即马要买公费快台拢真好买，自费快台嘛拢有货。不过 Netflix 为了宣传特别播出的戏剧，把买袂到的快台当作话题，互民众骂甲无力。啊，因的文章尾嘛有提掉，嘛抛出声明回释咧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